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9月初2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赶紧来关心阿富汗伫咧8月31半暝发生规模6、深度敢若10公里浅层的大地震，是真侪厝拢倒去，灾情不利严重。目前已经夺走超过800条的人命，至少有2800个人受伤。塔利班伫咧初2的时阵表示，因为天气歹落大水雨，发生水崩山。 造成车路嘛袂通，即马救援是真困难，呼吁国际社会甲因斗相共。村民发现倒去厝下骹还有人挖掉的赶紧用手挖。东在区之一的马扎尔达拉村，真侪厝倒去，天气阁无好落大雨，地动石头阁崩来，山区的路拢袂通，救援人员无法度去在区救人。当局讲，库纳尔省有3个村厝拢倒落去变做平地，其他的村也有真严重的灾情。 شهیدان او زخمیان ډیر لرو په هر کور کې 15 نفر 10 نفر زخمیان شوي دي。即马灾区通讯袂通，联合国年度事务协调厅有一位官员讲，灾区伫过去24点钟久到48点钟久内，因为落大雨、山崩、石头崩落，真危险，死亡人数真多，尸体就要赶紧处理，较袂污染水源。塔利班请国际社会斗相共。 The number of casualties is likely to increase because the situation is serious. We urgently call on 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s to step in and provide immediate support. 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s are also urged to assist in preventing the spread of communicable diseases in the affected areas. 阿富汗外交部一位官员8月讲，也无接到任何外国政府主动提供救援，要中国甲印度就随讲愿意协助，联合国也会启动。 这是自2021年塔利班政权掌权以来第3遍重大致命的地震，希望阵外国部队撤离，政府主要财政来源的国际资金也被抽走。灾区也因为路损害严重，且无法度过，当局就派几多台军用直升机运送受伤的人甲遇难者的尸体离开灾区，而且要医疗团队入去救人，不过资源无够也是上大的问题。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各位乡亲，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大部分拢是多云好天。台湾附近的水气有小可减少，高温普遍伫咧32度至35度。咱来看温度。南部我山区的所在，高温可能甲36度。气象署针对屏东发布温色的高温资讯，民众若是咧室外，茶大海加啉寡，较袂着沙。咱若落雨的方面，日时敢若恒春半岛小可有短暂雨。 过到西半部甲东半部的山区会落雷公雨，有的所在可能会上大雨、透风，甚至是雷公性啊！提醒乡亲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即马已经开学啊，天气要是真烧热。气象署讲，即礼拜要注意过道较会落西北雨。拜六礼拜菲律宾东边海面有一粒低气压，有机会形成风台，目前正在观察对台湾的影响。 9月开学，热热继续，但是气象署表示，未来这礼拜同款要注意高温，高温上热的天气会阁继续几落天，而且对流旺是过道会落雷公雨的天气形态。大海北还有在中南部的内陆金山区，还是会35到36度的高温出现，整体来说还是蛮闷热的。那第二点就是大家也可以看到，午后雷雨发展的话，就更加的活跃了，包括了山区，甚至是西半部地区，都容易有午后雷雨发展出来的可能。 当中并可能会伴随局部大雨的现象。气象署表示，未来这礼拜天气拢算稳定。另外，目前琉球东边海面有一粒热带低气压，拜三会慢慢往日本行，对台湾无直接影响。提醒最近有要去日本的民众要注意，也若菲律宾东边海面也有可能有一粒低气压会形成。气象署表示，这粒对台湾可能会造成影响。 这个礼拜会开始有一些热带性低气压或台风发展出来，不过暂时不会接近台湾。但是周末到下周，在菲律宾东方会有另外一个低气压形成，届时要密切观察它的变化。气象署提醒民众，这礼拜过道出门要注意雷公雨，天气真热，嘛要补充水分，有风着沙。记者陈心彤、谢桂玲台北报道。最新的消息来关心台积电泄漏机密的案件，3个涉案的工程师奉照违反国安法定罪来起诉，昨会裁定3个人继续羁押禁见。另外有风声讲，台积电伫咧日内米先进制程的生产线开始甲中国制造的设备淘汰。台积电讲会有关在地采购的比例，甲供应商拢上赢。泄密有收钱吗？会认罪吗？
涉嫌偷台积电机密的3个工程师，初一早起被移送到地裁商业法院，面对镜头偷来的无回应。当家汇率科创公司进前也佫发声明指出，对前员工涉嫌被起诉，公司感觉遗憾，严肃面对。经法律部调查，无发现相关机密资讯外泄到第三方，产业关注未来台积双方合作关系是否有变化。东京汇率科创本身是技术能量蛮高的公司。那台积电在先进制程或先进封装的部分，也确实还需要他们的设备，所以这件事情对台积电最有利的处理方式，应该还是以商业协商的方式来解决。我认为双方的关系不至于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另外，面对美国继续加大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围堵，日经应用消息指出，台积电已经准备在一纳米先进制程产线当中，大大淘汰中国籍半导体设备。台积电公司无评论市场传闻，公司的全球采购策略是透过风险管理系统，加强影响密切的友好关系，继续开发多元供应风险，建立多元的全球供应商。只是炒采购，不要用中国大陆的货。那我认为，如果中国大陆有非常特别的 equipment， 那是一个机会。你新的供应商多快能够达到你的认证，然后多快可以达到一个规模经济，去替代掉原来的这些供应商供应的数量，这个反而是比较需要靠经验，甚至靠一些方式去做辅导。7月底，高检署接到台积电提告1纳米设备案，第时间并即开庭，1个月真紧就终结。照个案法定罪起诉3个工程师，分别求处7到14年徒刑。记者综合报道。32中大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已告草案要取消日本福岛食品的限制，嘛讲14年来拢有合格，这代表日本的食品辐射的风险增加，上紧年底会实施。不过，消基会认为讲合格是伫咧标准以内，并不是代表就无辐射，所以也是有风险，因是反对开放。2012年3月11日，日本福岛核电厂发生强烈的南极海中和辐射外泄，事故发生到今已经14年。卫福部小数预告草案，在确保是安全地之下，会参考甲制作世界多国管理，评估将全面取消日本福岛食品进口管制，回归一般边境管理。依据我们科学的证据、国际标准，评估日本食品因应回归我们正常管理措施。小署表示，11月福岛核灾了后，同年3月15日，咱就宣布禁止福岛等5县食品进口了，佮陆续调整日本食品管制措施。2014年9月，公告全面解除日本福岛5县食品数值管制，也成照受吧。考虑等原本禁止品项用相前管理甲逐批检验，不过过去14年来，伫边境检验2.3万外批次，检验结果拢符合咱的标准甲日本标准，无合格率是0，显示日本食品辐射风险真低。它不是零检出，它其实是微量检出，只是符合标准的问题而已。那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辐射，它是有可能在人体去累积的。这137本身它的微量的话，它其实半衰期是有达到30年，所以我们认为说现阶段还不是一个开放的一个时机。消基会批评政府应该先考虑个人健康，对全面取消日本福岛食品限制表达反对的立场，也呼吁政府应该做好食品产地标示，让消费者有选择权。小署强调，草案有61个有效期，收集各界意见，现在上紧今年底开始，按照日本禁止流通品项，依然不准输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婚林西的一间国中，有一个姓蔡羽毛球的教练涉嫌加球队的队员体罚，学校伫去年底有甲这个教练改评，教练的资格嘛互撤销。不过5月份有家长发现讲，这个教练可能另外租场地私底下收学生，因为学校是讲这个场地是别人租的，教练是来陪人练习的。汉草真好的姓蔡查甫人，真正是国中羽球教练，因为涉及处罚不当管教，去年在1月已经互学校改评。也毋过有家长发现，姓蔡教练今年几下摆出现伫婚林馆某一间国小活动中心，亲像搁咧指导学员咧拍球。毕竟他真的是有案在身啦，他都会打小朋友嘛。承租场地的这个部分，你觉得说你可以承租给社会人士去打没关系，可是你说的要作为教学用的，我觉得都不适当啦。
今年3月，教育团体甲家长指出，细川教练任教伫婚姻在内无高中的时，涉及处罚霸凌球队学生。除了互学校改评，教练资格伫今年4月也互羽球协会撤销。不过有学生家长指出，细川教练为今年5月开始，选伫另外一间国小使用活动中心开设个人的羽球课程。教育团体忧心，有其他学员可能受伤害。在还没有接受任何的辅导机制或者是审查机制之前，都不应该再从事教学工作。人本指出，羽球协会虽然撤销伊 ABC3级教练资格，不过国教署的专业教练资格也被取消。不过伊规定2项资格拢要具备，才会当担任学校教练。即期学校将学生暴露伫风险中，好好解释，球队并不是细川教练所做的，伊也无开班教学。我们的社区的家长啊，那他有来跟我们学校租场地，他跟他是朋友，那请他是来义务陪打，并不是说来教学或怎么样。因为还是学生嘛，那我们这个部分会来了解，如果不妥的地方呢，我们会请学校要求的是改善。学校强调，租场地是另外其他人一切依法行政。官府表示，会进一步确认场地租借敢是有问题，甲细川教练敢是有假下事实。若有违反规定，将会追究相关责任。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各位乡亲，首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关于这学期9月份开始，教育部针对高中以下的学校实施学生抓手机去学校管理的措施。不过，教育部昨天讲，了伫咧收集各方的意见，伫咧新方案公布进前，学校会当照目前的规定来办理。来看《自由时报》。有关劳工退休了后，劳退基金分红的新制度，今年的前6个月也是亏损的状态。不过7月份有大赚943亿8千万，算的今年目前的收益是287亿8千万，平均一个劳工分红是2228块。过来看《联合报》，根据劳动部上新的统计，受到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休无薪假的有118间公司，3055个人。机械设备业是占上济，学者警示，这有可能会致使类似的消费诉案，造成恶性循环。继续来关心总统府公布上新的人事安排，由总统府发言人李文甲台北市议员赵以翔来接国安会副秘书长的职务，加上现任的林辉环，3个副秘书长拢是少年。专家认为讲，这对人事布局会当看出这种团队想要加强台美关系，避免中国的渗透甲分化。就等着打你吧，哪一天炸你去？习近平是你选的吗？会不会知道自由为何物吗？中共军机持续侵扰咱空域，军事专业伫8月29记录到，好亲像双方飞行员空中对呛，9月起甲解放军无法度正面回应，都闹歹听话。早点把这个台湾干掉算了，你站得起来再说话了，好不好？一辈子都跪着，对共产党努力，还不知道站起来。反抗共产党，可悲啊！为了强化开的精势，减弱敌对势力渗透，也加无明确开启挑战的阴影。总统府公布国安会新人事，由总统府发言人李文也加捌担任驻美代表处政治组组长的台北市议员赵以翔接任副秘书长。市政议题即便重要，这一切仍建立在维护台湾的民主与国家安全之上。这也就是说，身为民意代表，我们都必须正视。台湾处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地缘环境。赵以翔特别感谢选民的栽培，表示会伫新任务拓展台湾甲国际友好合作。这4个新人事当中，本来的国安会副秘书长齐书谦甲刘德金转任咨询委员，不过赵以翔、李文国加现任副秘书长林辉环，3个平均年龄较无37岁。专家分析，会当明显看出赖政府有意培养少年建立的趋势。第一个主要就是民进党想要培养他自己的国安外交的人才，那当然目前的川普政府他未来的一个对台政策，可能还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我们台湾当然希望说能够有更了解川普政府的一些人才，能够在我们政府里面工作。我想这是赵以翔他会被重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第2波罢免案了后，为了更加掌握民意倾向，赖总统嘛任命民进党前民调中心主任田俊升担任总统府副秘书长，希望更加理解社会需求，推动各项有感觉的事情。记者采访报道。
内阁改组了后，行政院前秘书长龚明鑫做经济部长。不过，接落来就要面对上届工资审议会，还有电价审议会。另外，根据劳动部上新的统计，目前已经有245间企业，差不多4800多人享无薪假，是今年上济。工商协进会理事长郭东亮、联电工会理事长刘永伟，也有工总、商总、中小企业协会等全告场，经济部行政部长龚明鑫就年头一日就甲企业界顶会会谈。刚刚我们谈到的很多了哈，包括关税、包括汇率、包括劳工、包括所谓的这个对外拓展。面对刷落来考验，明年起上届工资，龚明鑫表示，今年关税冲击过去公式已经无遐尔适当外界改图，恐惊代表无赞成调收管。是高科技产业非常好，但是中小微跟传产呢，实际上受到很大的影响。过去的公式啊，至少在今年来讲的话，不是那么样的适当。我们会努力来争取。另外，电价检视调整当日收集资料。另外，面对关税的真大难题，龚明鑫也伫当日表示，经济部会徛伫支援性的角色，搬演谈判后勤，还未公布的半导体关税也密切关注。也毋过，伫这个同时，美国所传来消息，联邦上诉法院裁定全部应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扣关税无合法，关税监视会扣出现变数。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此次的判决以及另外颁布的命令来看，美国政府仍可对各国来课征对等关税。谈判团队的目标就是继续为我们产业争取更好、更合理的税率。受对等关税冲击，劳动部公布上新减放休困统计，有245间企业4863人放无薪假，人数创今年新高。事业单位自述，它是受到这个美国关税影响而需要减班休息的家数呢，有118家，人数是3055人。目前劳动部统计，减班休困上济有关是制造业有2间中型企业通报实施，包括一间外销北美的2行机械业者，头一摆通报110人，甲一间工具机业者因为客户暂缓订单通报103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伫咧天津举行。这届习近平甲罗西亚总统普京，也有印度总理莫迪见面，互看做是要做伙对抗美国影响力。那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嘛已经出发会去参加。不过乌克兰批评讲，这峰会宣言并无讲到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事，这一届罗西亚外交的行动是失败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伫中国天津进行，来自20几个国家地区的领导人，大家做伙进行第2天的议程。这边峰会通过天津宣言，规划未来10年的合作战略，包括经贸、安全甲多边治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峰会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我们率先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霸权强权。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出发，准备要参加初三伫北京举行的阅兵仪式。有人看到上海组织要吸纳更加侪国际支持者的企图心。唔那是罗西亚总统普京参加峰会，就连本来甲中国有边境争议的印度总理莫迪也来参加，都宣布恢复印中双边直航。伫美国新关税影响的时阵，中露营领袖港台展现新的合作关系。हमारे सहयोग से दोनों देशों के 2.8 बिलियन लोगों के हित जुड़े हुए हैं। इससे पूरी मानवता के कल्याण का मार्ग भी системы, которая пришла бы на смену отжившим евроцентричным и евроатлантическим моделям。不过，天津宣言并无讲到俄战争。乌克兰外交部发声明讲，普京参加上合峰会，并无法度改变罗西亚孤立的情形。电到看到因外交行动的失败，中国也宣布会提供几60亿美金的援助加贷款，强化经济连结。专家讲，北京想要用经济来诱惑国家侪地区的支持力量，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印度它其实会很巧妙的会在美中这2边会有一个巧妙的一个位置。其实国际上面的一个利益，还是或者是地缘政治上面的博弈，对于印度来说，它应该是会更为小心去应对的。峰会上面通过24份合作文件，展现出对抗美国的办势。不过乌克兰警告，罗西亚又被国际孤立，这场峰会无法度安砍因的外交困境。这么大家伫咧注意的是，上合组织是不是让真正做改变全世界秩序的力量？公司新闻张伟林编写。
来看印尼反政府的示威造成6个人死亡。印尼总统宣布取消国会议员的津贴，还有暂停因海外的考察。虽然总统有落软，不过学生团体还是强调讲会继续示威，一直到印尼贪污食钱甲失业的问题解决为止。暗暝当中的大火，甲印尼苏拉威西省旺加市省议会大楼烧起，附近的公车站甲停伫路边的汽车嘛拢烧着。这场8月25日开始为雅加达发生炭到印尼10外城市的示威，一直伫升级。31透早，佫演变成这骑机车的人去抢财政部长，也佫有真侪个国会议员官体的暴力行为。Kalau yang dibawa itu TV, terus sound system。伫印尼，民众的平均月薪差不多是5,000台票，按过580个国会议员煞会当领20万台票的高薪。若是安尼，因去年9月开始，佫会当加领5000万印尼盾，相当是台票94000外块的大房津贴，是印尼偏乡起薪的20倍。民众当然真生气。DPR listriknya siapa yang bayar? Pajaknya siapa yang bayar? Udah dibayarin kita mau dibikinin lagi.Enak aja, hanya satu kata, apa？ 官员为家的加薪，搁变特权，好野散车差遮济，民众才会行上街头。后来是因为一个骑机车搁载人的人，掉伫示威的人群当中，因为捡手机捡警用双脚车搞死，致使民众怒火失控，必须上台较无1年的总统普拉博沃让步。Akan dilakukan pencabutan beberapa kebijakan DPR RI, termasuk.Besaran tunjangan anggota DPR dan juga moratorium kunjungan kerja ke luar negeri。今年2月，乌暗印尼学生示威了后，民间的不满就毋捌消息。引用日本漫画《航海王》的灵感，做出一把地草模啊的人头骨乌旗。尤其8月17，印尼建国80周年这卡刀，这个海贼旗搁较像出现伫大街小巷，那亲像是反政府的记号。Nah, kalau kita hubungkan dengan...kemerdekaan Indonesia tanggal 17 Agustus, seluruh semangatnya One Piece sama dengan semangatnya bendera merah putih。印尼是当协上大的经济体，不过川普对中国的高关税，致使真侪真俗的商品拢变销去印尼，冲击当地制造业嘅就业。国家中央政府调关2026年税收目标，爪哇甲苏拉威西这地方政府竟然大起地价税超过100%来做应用。税收后来虽然取消，不过民众对超级高薪的公务人员怨气真深。就算普拉博沃紧急取消放中行程，撤销议员另外的台务，不过民意也唔轻率，这场示威可能暂时也无法度平息。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现在伫咧澳洲的各大城市，有真侪民众去街路抗议，反对大规模移民入来澳洲。不过，因的执政党是批评新纳粹组织，讲这的民众拢是受到因的煽动。讲袂晏就拍起来，镇北警察是喷番人香水组织暴力行为。澳洲人口上侪都市雪梨、墨尔本甲各地方首府发动为澳洲离行反移民示威，而且今日时的雪梨就有差不多5000人到8,000人行去街路，因要求政府结束大规模移民。不过执政的工党是批评这场活动有推动白人至上的新纳粹团体伫背后煽动散布仇恨。It's about our country bursting at the seams, and our government is bringing more and more people in. 根据路透社报道，澳洲每2个人都有一个人伫海外出事，或者是爸母有一个人是海外出事的人。这为澳洲之行游行附近由社区组织难民行动联盟举办反制活动，请上100人参加。另外，伫英国有上百个群众伫大阪寻求庇护者旅馆外口抗议，尤其是反映伫8月29裁决，这寻求庇护者无需要被赶出旅馆，不过内底煞带一个性侵犯的时阵，将民众不满纠到上悬点。毋但伫英格兰、苏格兰也大批民众也表示抗议。根据法新社报道，其中一场示威活动有8镇北警察受伤，到目前为止，警方总共逮捕16人。根据统计，英国申请庇护甲坐船穿过英吉利海峡的非法移民数量，今年已经超过28000人，这个数字已经创下6年的纪录。
德国在10月以前，为应对超过100万的移民的时阵，西部的工业小镇主管接受100位移民。当地官员讲，有好有歹，虽然劳动力增加，不过也加重社会福利的成本。 Es kommen nicht die überspitzt gesagt Raketenwissenschaftler hier, sondern eher im Niedriglohnsektor an Zulauf. Somit ist das überhaupt nicht tragbar. 针对前总理梅克尔10月以前的移民开放政策，移民者真感激。不过当地居民讲，迄时阵大家拢想要伸出援手，不过外国人实在是真多，德国无可能无条件、无限期接收这移民，而且这的生活品质无安尼变好，反倒对人口一直降低。公司新闻新竹陪朋友。第82届威尼斯的影展进前开幕，有几千个民众举巴勒斯坦的国旗，大声骂以色列封锁加沙的行为。也那瑞典的行动家东贝里加入人道救援的军队，希望会当突破以色列海顶的封锁，把物资送入去加沙。 亚基亚会动巴勒斯坦国旗，抗议民众聚集伫意大利水都威尼斯，就影展期间游行到滨海离岛区影展场外，抗议以色列为海陆空各方面围困加沙。 Prima di essere professioniste e professionisti del settore cinematografico, siamo persone che sono profondamente inorridite per quello che del genocidio che succede adesso a Gaza. Quindi è importante essere qui per far sentire la nostra vicinanza. 这摆抗议活动由几个团体甲组织联合策划发起，为威尼斯主要的水上巴士站沿上街街游行到3公里外的电影节举办地点5万把握，威尼斯雅典公共平台吸引大众关注加沙议题。另外一方面，瑞典行动家东贝里第32家己要为西班牙巴塞隆纳启航，开往加沙地区的人道军队，这个船号名叫做全球经济军队，载办援助物资。 甲来自其他国家行动家、欧洲机关、甲公众政府等44个人士，有计要冲破以色列海上封锁，将物资运入加沙。公司新闻单时同朋友。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后面这位会主席范德莱恩9月初2搭专机要去保加利亚，半中途飞行机的 GPS 系统煞受到干扰，转转去。加在落尾手有安全降落。 后面发言人讲，因怀疑这个事件是罗西亚地变鬼。泰国宪法法庭8月29裁定总理贝东丹甲柬埔寨前总理洪森因通电话内容违反伦理的标准，改职。咱那上大在野党，也就是人民党，按算要推出上强的人选来拼选总理。虽然是还未有结果出来，不过这嘛呈现贝东丹过去带领少数政府要继续来执政是真大挑战。 来看北韩领导人金正恩9月初1搭专用的火车为平壤出发要去中国，按算初2下晡会到北京，初3参加伫咧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这嘛是金正恩掌权以来第5届访问中国。到时间会举行中国、罗西亚甲朝鲜3面的会谈，是受到各界关注。继续来看中国9月初3要举行阅兵典礼。 有风声讲，前总统马英九也甲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条拢有受到邀请。陆委会呼吁咱国的民众唔通去，若坚持要去，会照个案依法来办理。也那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回应讲，两方访问爱遵守法律，有法律的规范，唔免去禁止个人。 中国开360亿人民票要举办93阅兵典礼，除了罗西亚总统普丁、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拍算去参加以外，最近有消息传出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国民党前立委洪秀条等人也拢受邀参加。刘育辉也出面强调禁止台湾的官员参加。国安单位是确实有掌握到一些情况。那如果真的还是有国人不听劝阻去参加这样的活动的话，那么我们就是依个案来去做进行处理。那包含了像是不是有现役的这个政府的官员，另外或者是说像是一些已经退役的，那他可能是涉及到国家机密，或者是说这个11职等以上的公务人员的话，我们都是按照规定来办理。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面对媒体，互人问到这个议题的时阵，伊表示两岸的访问就要遵守法律。相关两岸的访问都一定要遵守政府相关已经通过的这些法律。那我们在这个法律的规范之下，不用
去禁止任何的个人，但是只要从事过相关重要公职的，一定要遵守相关的法律。陆委会也表示，这届参加中国救伤阅兵的20个国家，大部分都不是民主国家。有学者也分析，中国是想要营造出以中国做核心的威权集团。对外交而言的话，他们会希望去构成所谓的，即便你美国有你的同盟关系，但是我自己有我自己支持的群众。这届中国开大钱举办阅兵典礼，想要登气势。陆委会也提起在中国发展的台湾吉林政治人物，爱提高警觉，莫加入去中国统战的操作。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行政院长杜永泰进前呼吁，希望行库的贷款会当阁放零。金管会主委裴金良讲，有找8大行库开会来了解买厝贷款受理的情形。民众若是要来买厝贷款，强迫因就要买其他的金融商品，金管会就会启动稽查。金管会主委潘金良初一在公开活动证实，金管会找8大公股库开会，了解房贷施作的情形，各强调政府全力支持第一摆买厝的人。我们如果说在市场上有类似搭售的情形，我们特别的会告诫说这是我们违反我们的规定，我们也会启动金检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查核。有参加会议的人指出，银行局甲8大行库的会议内底主要伫行库，伫银行法第72条之前法规许可之下，也是应该有放宽空间。若民众即期银行申请房贷，搁爱同时担保房贷寿险，行库也避免引起民众误解。银行法第72条之前是不是放零？潘金良做出回应。所有的政策都必须要能够按照实际的情况来做一些这个滚动式的检讨。我们金管会主要是针对流动性的管控哈，因为我们也不希望说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存款呢，然后流向流动性比较低的不动产市场。有银行怨恨央行不动产放款集中度管制影响房贷成熟，央行回应管控是避免信用资源，集中到不动产放款，唔是限制正常买厝。不过房贷追回本，甚至团出公务员、申办公务员专属的条条优利贷，所指贷到6成，最后转向民营银行，才解决自备款不够问题。关键期的话，你钱借出以后是不偿还本金的，所以这个资金回流的速度会比较慢。那你回流速度慢的话，其实你能够再放款的资金也就比较有限。对银行来说，收回来的钱变少，能够放出去的钱当然也就不多。在会议内底，有公库行库表示，也向金管会反映，为增加72条之2的清楚房贷空间，希望影响中华邮政、台积电等公司纠纷，吸收更加侪存款来作为房贷后盾。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台铁即马宣布要招人，伊要招车辆维修检查员，月级是4万2，也若助理工程师上悬有加5万9。台铁讲，即届有提悬检查员的职级，薪水嘛有增加。不过，台铁产业工会是讲，检查员的工课是包山包海，责任重，薪水阁无悬，人才才会留袂掉。看动力高速铺检查员确认司机员伫顶一段任务，敢有列车各样，所来爱确认列车的各项功能。压力打饱的时候，灯号熄灭的时候，我们才会按下升空按钮来确定机电工已经升空。车来检煞爱搁提手电啊检查车卡，检查员对入库的列车爱照天数进行无共程度的保养甲检修，爱轮3班嘛爱有技术基础，流动率真悬。台铁伫公司化了后，已经招2届，人也是无补足。是一个有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因为等于是列车今天发生了任何的问题，检查员就是一定会被找去问话。如果是从过去从现场直接抓人去当检察员，那大家一定不愿意。产业工会讲，检查员工作内容多元，搁爱签名保证列车出库安全。因过培育马并且以外，检调嘛捌团检查员，毋过薪水无相对较悬。人力无够，代替机务处伫7月发旧无消息，包括机务车维修检查员，一家行控处机车控制员2个职缺，控制员敢若欠2个，检查员一群开40个名额。照即顶下无共起薪为42580块，上悬会当到55660块。除了正处，还有B处72个。个别部门也因应他们
这个个别人力的需要也有安排个别的招募，直接把它做一个提高，薪资待遇也会比较具有吸引力啊。代理公司总经理方辉生表示，公司换了后陆续有人员离退，因为招募拢是以公司的名义招募。今年开始由各单位照需求定材，这届特别加检察员的职级提高，薪水嘛比应过较悬，希望会当补足人力。记者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长期照护3.0的第一阶段，昨天开始实施，包括请外籍看护的家庭，买当使用社区照顾相关的服务甲补助等等。现那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因即嘛是推动一个带4大上班的计划，也就是讲，伫厝内顾4大人的照顾者，会当加做老人日照中心的员工，会当拿上班趁钱，嘛会当照顾到家己的亲人。咱做伙来了解。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去年头一届推出由家庭照顾者亲身演出的广告，实实在在表现照顾者压力持续累积的情绪，讲出真侪人的心声。我有一天晚上，我自己都吓一大跳，我竟然想打他，差一点就想要拿衣架打他。广告讲出照顾者现实的压力，总会嘛提出解决的方法。推动带长辈上班的计划，让照顾者接受专业训练了后，来日照中心服务，唔但会当安心照顾家己的时代，嘛会当照顾其他适龄的个案，重新找到工作的价值甲生活的便当。譬如说，他们刚要去上工，然后就遇到了长辈临时身体有状况不能去。那所以我想这个计划的挑战还非常的多，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持续的推广下去。帮助更多家庭照顾者带着长辈一起走出来。长照3.0第一阶段新制伫9月初开始实施，重点包括放任请外籍看护，会当使用社区照顾模式，扩大社区式交通接送服务范围甲给付的额度。一般区域接送的给付的额度，按一抓100块变115块，原乡离岛一抓120块变140块。另外调整徛给休喘服务的内容，按干来当踮咧厝内做的休喘服务，放任甲会当去安全的户外场所。营养照护补助是按4摆4000变3摆4500块。秉持着以弱势优先这一个大的前提，全民的健康覆盖的目标。那么健康台湾的愿景来努力，新制渐渐来实施，政府和民间做伙起造更加完整的照顾网络，让家庭照顾者袂阁孤单奋战，嘛希望健康台湾的环境一步一步向前行。记者综合报道。即马使用人工智慧是真事件。根据 BBC 的研究，因发现 ChatGPT 才是主流的 AI。因伫咧回答新闻相关的问题时阵，会讲一寡根本是无影无迹的内容。所以即马台湾有23间媒体组成台湾网络新闻自律联盟，要来提升网络新闻的品质，还有正确率，嘛要建立会当申诉的管道。另外，公共集团甲中央社等等的公共媒体，嘛合作开发 AI 开讲的机器人，要来协助民众对抗假新闻，也有假信息。台湾这几年愈来愈侪人运用 AI 在做工课，帮助科技学习等等。不过，根据英国 BBC 的研究，发现 AI 回答新闻问题的时，超过50成有重大的问题，有13%会变做无影无迹的内容。为着要让台湾的 AI 通建立伫真实正确资讯的基础，台湾的公共媒体要结合大量的新闻资料库来做开讲机器人 AI Chatbot， 协助民众对抗假新闻和错误消息。集结这个公共媒体所有的资料，希望可以让我们的模型变得更可靠，然后大家可以有一个来源说，如果我要找可靠的资料，就在这里找。这个资料库内底有足侪咱台语台的资料，所以咱遮台语台的资料，咱若放到定的时阵，伊就会伫咧咱的这个演算跟咱的推理内底扮演重要的角色。公共集团董事长表示，这个 AI 嘛结合单语、客语、关注民意等等，增加无共基地见光的几率。上近明年底进前的公开测试版，连外网络新闻定为着紧和点阅率用声人目的标题，也是欠缺平衡查证的内容，致使新闻报道失去社会信任。为着要改善这个问题，有23间媒体共同组成台湾网络新闻自律联盟。各种带风向的啦，或是错假的讯息，其实蛮多的。那网络新闻越蓬勃，其实国人对于新闻就越没有感到这个信任感。
我觉得自律是台湾新闻最重要新的力量。联名除了制定网络新闻自律原则，嘛规划民众的新闻申诉系统，也有推动媒体识图教育等等6大宗旨。嘛邀请民间团体、专家学者等等加入咨询委员会，希望透过联名的监督机制，维护新闻的真实性，提升报道品质，嘛强化民众对新闻的信任。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讲到这 AI， 毋若做工课要查资料真利便。根据国教院的调查，学生去学校除了学课本内底内容以外，即马已经有超过一半的高中老师会甲 AI 加入课程内底。而且这调查嘛发现讲，有70%的高中生拢会晓使用 AI。科技进步 ，AI 是趋势。国教院和中研院有一份调查显示，高中生知影 AI 的人有94%，有使用 AI 的有70%，每工拢使用的有7%。也若目前嘛有超过50%的学校老师有将 AI 加入课程。课本上面的举例就是比较单一，那我觉得会让他们就是一个部分是我自己去生成，然后让他们去看啊；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会让他们去下指令，然后去生成文本这样子。然后因为这个文本如果要他们从头到尾写的话，其实是会蛮花时间的，所以就是会让他们用 AI 的方式来生成。虽然讲已经有一半以上的老师甲 AI 加入课程，但国教院认为也是无够普遍，建议要提悬比例。透过学校教 AI， 让学生使用 AI， 毋若干那算，毋是 AI 讲啥就信啥，应该要教高中生安怎正确使用 AI。所以我们会希望老师们就在 AI 上面。教学上面去着重这一块，其实也是很重要一块，就是要教他们去辨别，他们所查到的这些资讯，要怎么样有效率的查到他想要的资讯。国教院讲，教育部最近拢一直在鼓励老师运用 AI 来上课教学生，希望未来会当愈来愈普遍，教学生囡仔利用 AI 来提高做事的效率，嘛会当分辨 AI 造出来的资讯敢是对的。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电影放上头来看，高雄盐埕有一间老牌厝的便当店，有民众讲，伊遐一粒排骨便当。内底3项菜，搁挂一粒卵，就要175块，实在是伤贵，嘛引起众人的讨论。有人业者是强调讲，迄是因为迄个人有另外点青菜，所以才会加钱。嘛强调讲，即马猪肉甲菜色价小拢起价，因已经有尽量先吸收。营业进程，工作人员无用猪肉片炒菜。高雄盐埕区这间便当店阿英排骨饭，还未开门就有人去排队，所有民众买到175块的排骨饭便当，直接讲起了伤咸啊！伫网络上引起讨论。一个排骨饭的是145，就175啊，145。175。无啦，无可能啦。有民众认为价小伤悬，店家解释是因为加买青菜，店内自今年1月起，排骨饭卖100块拢无起价，只是加买一份菜加15块，加三样菜加价65块。消费者若个加买一个汤，才爱175块。猪肉也很贵，老板娘也是先自己吸收，然后老板娘是说她要涨价就会，这个波动就是涨很久，然后却又掉不下来，她才会去做涨价的决定。业者讲，店内肉片青菜品质较悬，成本也较悬。今年起，肉片菜价农历起，店内也是先吸收成本，希望物价有回稳的时刻，才发现起价亲像看不到进步。当然，跟以前比起来是，除了现在是比较贵了。还好吧，都是每位拢安尼啦，都一样啦，每样东西都很贵啊。最近猪肉起上明显，5月底平均每公斤的猪肉价小100块以下，7、8月平均价小每公斤拢超过100。也服业者一直讲价便销，中原普渡中秋节这寡猪肉需求增加的节日，更较互猪价继续起。高雄有团线业者希望用鸡肉取代猪肉，营养素菜单转为设计，鸡肉平衡加厂商强度难关。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之前高雄北头山有一只梅花鹿，去互规定的龙洞狗攻击。虽然伊是有脱逃，不过居民发现伊的时阵，这只梅花鹿是已经重伤，明显死亡。在个人讲，因为会有人去遐饲这个狗仔，这个狗仔才会愈来愈大阵，而且这个狗仔佫会乌白足人甲车。虽然农业局有去抓，不过后面众真正烦恼的是，有人若不爱饲，就会乌白拼。龙洞狗的问题就真恶长根。
互过了只龙洞犬攻击的梅花鹿落落水底海，民众想要阻止，嘛烦恼去后狗攻击唔敢活。梅花鹿家己脱逃离开，煞伫3月1日下晡，互民众发现已经死亡。所以就变成最后好像有大概10来只吧。梅花鹿的身躯真侪伤痕，死亡地点附近出现狗仔甲鹿仔的脚印。龙洞犬规定伫马头山困扰地方超过3年。那个一群狗10几只就冲过来啊，把我那个小朋友跟那个咬啊，我赶快扑过去啊。大家都有检举，也有跟他上法院，没有办法改善，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也互拉力去互龙洞犬咬伤，社区居民认为弃养甲饲养是主要的问题。那也不是只有梅花鹿啦，哈，还有白鼻心嘛。那你看这一次的事件当中，我觉得它已经是造成很大的一个隐忧。好好的来对话，而且好好的面对真相，从源头管理到末端的减量执行的这些真实的量能的状况，否则两方无止境的谩骂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市政府连续几天拢有放掠狗笼仔，这几天嘛派人加强围猎。不过动保团体认为，龙洞犬处理态度应该爱同款，袂当干那中央立法电风线无严格执行管控，嘛建议动保野保团体透过对话找到较好的做法。记者采访报道。我来看南投中寮养过遐石虎是真多，不过因为后来土地开发数量大减少。最近10年，公部门甲地方的农民推动友善石虎的政策，用补助的方式，希望农民减少使用农药啊。即马石虎的护育嘛有看到效果。过去南投县中寮山区真接看到石虎，不过因为农地开发，石虎的数量是愈来愈少。这10多年来，公部门透过奖励来鼓励友善石虎的建造，嘛有愈来愈侪农民认同甲支持。农业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表示，亲像这几年，因着咧设生态服务基础计划。鼓励农民卖用杀草剂也是农药，1公顷会当得到2万块的奖励。南投中寮者嘛有袂少农民加入。过去你可能用杀草剂，然后你可能要去添加更多肥料，不然你的农产品又开始品质变得越来越不好。那其实杂草它也是一个对土壤很好保护的一个部分。南投中寮是石虎重要的生产地，为着保护石虎，地方农民研究单位甲企业合作。2年前成立有限责任蔬果生产合作社，辅导农民投资友善石虎建造。台湾地协进行联名，最近嘛来中寮以友善石虎的农业为主题，办一场地方创新的研讨会，分享这款生态生活甲生产会当更好的模式，让15个栖地跟农业生产可以共存。然后最后可以双赢，一起改变我们中寮的农业生产环境。南投市甲中寮是一个共同生活圈，中心新村嘛已经有团队初步的提出一些计划案了，希望讲会刷落来中寮会使做伙甲你一起提出一些地方创生计划，需要的资源做伙去做。包括会这几年咧设地方创新政策，目前南投县敢若村中寮乡无提案，地方创新中区辅导中心表示，合作社设友善石虎农业是中寮乡推设地方创新正好的方向之一，嘛会当互中寮乡继续行永续这条路。记者辛欣怡南投报道。即马讲台语长时行。来看学生组织甲台语团体合作，因伫咧中华办活动，要带囡仔来认捌台语，了解因的故乡。大家坐做伙认真咧听故事，这是由学生筹备举办的台语调绘本日活动，有安排台语绘本讲故、互动游戏、甲青年组织分享等等，希望用台语来讲万项台。即卖囡仔拢较罕咧接受台语，想要带囡仔来熟悉台语的活动。我只知道假水果，然后再回亚洲旗。我不会说台语，但是有这个活动可以让我参加，我就觉得很棒。学生组织当囡仔家乡永续文化组织，主要是咧推广中华的在地文化、地方创新。进前嘛，捌伫菜市仔办过活动，即便因参共款是学生成立的台语造团体，伫中华举办台语调绘本日的活动，要甲母语的囡传出去。这是阮头一届伫咧中部办，互囡仔的台语绘本的活动。阮希望讲，台语会使为较细汉的时阵就开始学。透过这个机会，甲中华的这个故事带出来，啊嘛会当互囡仔会当开始伫心中种一个种子的感觉。即马阮咧做田调的时阵，其实上主要的语言嘛是台语。
啊，可能讲我即摆嘛袂讲了真好，在地乡亲拢叫你卖紧张，互我感觉足温暖，足想要继续练习的。学生团体表示，因虽然有的人台语讲甲袂练转，但是大家拢真愿意甲台语讲倒转来。这届活动计共有26位学生参加，大家发挥专长，有人负责网络宣传，有人设计活动，全部拢是学生家己走上筹备，都是希望用家己的力量关心传承在地文化甲本土语言。记者杨淑成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咱要来看这几年，若要伫咧荷兰睡厝，实在是真困难。都有国际学生因为找无宿舍，所以全无法度去荷兰读册。即马荷兰的铁路公司因规气伫咧火车头大布棚，要互遮个找无宿舍通住的国际学生有所在会当住眠。这个布棚为做模拟型，后边就是列车的时间表。12位国际学生拄伫遮困一暗。有人拄困起来坐遐开讲，有人是伫咧食铁路公司提供的早顿。透早一个安排瑜伽，和身体小存轮的，这是荷兰中部城市乌特勒支车站特别设的豪华露营区，专门接待迄寡拄来也找无所在住的国际学生。Students from 17 until like 21, they are going to be our customers real soon because they're going to travel a lot by train when they study. And we thought, okay, we have a very big place where they can sleep. It has been fun. Kind of rough to go to shower every night. Other than that, sleeping is fine. They gave us an eye mask and earplugs so like we don't have to like struggle during the night to fall asleep. 要来读犯罪学硕士学位的费兰多，是对意大利来，最快进前3个月就开始找厝。不过国际学生要租厝无简单，注册权、申请市政厅登记停租个真复杂，有真侪做头家佫希望你也讲荷兰话。Some places don't accept internationals because they prefer somebody that speaks Dutch. And I don't. But yeah, I've been like calling people, video calls. Some places don't even want you to video call because they want to see you in person. But it's not that I can fly here every week. It's a city in the center, and like it connects to every place. And I think that's why everyone is here. So that's why it's a bit difficult to get a place here. 荷兰政府委托研究机构做的年度统计，全国去年大房欠39万6千间。We have almost 30,000 student rooms short, and especially in the big cities, it's a very big issue. 敢若是乌特勒支就欠要加6000间宿舍，一寡国际学生学校的考试就要未开始，就拄到一项考验，找所在住。公司新闻温芳怡编辑。再回来看今仔日各地天气预报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来看外岛地区，27度至32度。还有这3日的气象。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